自己隻狗幾乎每分每秒都要睇你身邊，你行開2步嘅就跟住，你去廁所嚟坐門口等，你返到屋企佢又跳又舐，完全唔想離開你視線。呢一種極度更新嘅行為係代表咗好愛你，定係心理有啲唔平衡？答案係兩者都可能有，但如果你發現嘅唔止愛佢，你仲會因為你離開而出現焦慮、破壞、吠叫、抖唔定，就有可能涉及一種常見問題，叫做分離焦慮症。狗狗天生係群體動物，佢嘅習慣同伴一齊生活，所以會對陪伴者產生強烈依附。對家養狗嚟講，主人就係咁唯一嘅安全基地，佢會主動同你靠近你，甚至瞓解你腳邊，呢啲都係正常嘅親密行為。但係當佢過度依附，對你離開產生強烈負面反應，就要留意佢未必係忠心，而係唔安。分離焦慮症係狗狗常見行為問題之一。根據美國獸醫行為學會統計，大約有1至2成狗只有明顯分離焦慮傾向。如果表現包括你出門咧後咧大聲吠叫啦冚門框啊刨地板啊亂逛亂尿啦甚至損傷自己。如果你返屋企發現地上滿地爛紙巾，沙發被捉爆，可能唔係你走之前嘅收好，而係狗狗嘅你唔在場時無從處理焦慮。點解會咁？成因可以分幾類。第一咧就係先天性格啦，咁有啲狗咧天生比較啲人啦。第二係後天經驗啦，例如曾經被遺棄啊，長時間獨留屋企啊，過度依賴某個人啦。第三係生活環境太靜或者活動太少，狗狗佢第二樣嘢可以分心，只好將全部注意力都放喺主人身上。咁點樣分辨你隻狗係愛你定係焦慮？一個重點係觀察你離開前後嘅情緒變化啦。如果你去廁所幾分鐘，佢只係坐門口等你返嚟算正常。但如果你一拎起鎖匙，佢就開始喘氣、打圈、舔腳掌，甚至發抖，就唔正常。另一個指標係你返屋企時嘅反應有幾激烈，過度吠叫、撲你，甚至尿失禁，都可能係情緒過載現象。好消息係分離焦慮係可以訓練改善，你可以透過漸進式離開法，令到狗狗慢慢習慣你短暫消失。譬如一開始離開10秒啦，再慢慢拉長到1分鐘、5分鐘、10分鐘，過程中唔好大驚小怪咁離開或返嚟，要做得自然，好似話俾佢知我離開係正常事，唔使驚。同時呢，係幫狗狗建立獨處嗰陣嘅娛樂咧，好重要嘅，係俾玩具咧、裝零食咧，留低你件有氣味嘅舊衫都可以。咁目的係令狗狗明白咧，主人唔喺度咧，我都有好啲玩嘅。如果情況嚴重，甚至可以請教獸醫行為治療師，結合訓練、行為改變同埋有時少量藥物輔助，幫助狗狗重建安全感。